多人今日下晝出嚟支持我為我打氣，俾我無限嘅鼓舞。咁大家都知道，今次我參選呢都係身體力行。呢幾個星期呢，我就頻頻落區同好多人傾偈，亦都係想去深入啲了解各階層長者青人婦女嗰個需求。咁喺呢個過程中呢，我深深體會到呢，民主同埋民生係息息相關。我每行一步都堅定咗我參選嘅理念。而市民對我講嘅每一句説話呢，我都係更加係肯定呢，民生同埋民主係唔能夠分割嘅。我堅定咁相信香港人已經係準備好雙普選，而只係要透過一人一票選出我哋嘅賢能，我哋先至能夠有效咁監察同埋制衡政府，先至會令到我哋呢個管治唔係一言堂，而市民民生嘅政策能夠真真正正反映喺香港政府釐定嘅政策。大家都見到星期日區議會嘅選舉個結果，呢個好清晰顯示呢，我哋主要嘅對手係有龐大嘅鐵票嘅基礎，亦都係有好大嘅動員能力。所以各位，如果真真正正係相信民主普選嘅，你哋一定要出嚟喺12月2號投你手中一票。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將香港市民嘅聲音好響亮咁反映俾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你哋手中每一票都係決定性嘅一票，所以我懇請各位登記嘅選民喺10月2號同你家人、同你朋友齊出嚟投良心嘅一票。請支持我7號候選人陳方安生。